好，除了咱头拄看到这假的监理站，也有拐人投资以外呢，咱其实看到讲这诈骗的方式，手路是百款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，其实这天下之间呢，并无遐尔好康的代志。今仔日卖搁骗啊，这个小单元特别请苏眉来替大家解说，这诈骗的手路到底是要安怎来预防？是主播，咱即阵这诈骗的手法是百款，而且佫一直咧换新，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。根据这警政署的统计，这今年3月受理的诈骗案件都有16000多件，去哄骗去的金额就达到70亿9000多万。除了咱一直咧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投资诈骗，也佫有网络交朋友的骗局。今仔日个卖个骗啊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生活类的诈骗。这款类型的诈骗运用的是咱生活当中常常咧出现的代志，所以讲就佫较盼去警觉着。上接出现的，就是咱顶一条新闻看到的诈骗集团套用这政府机关的名义，叫你都要提供个人的资料、银行的口座，一步一步甲你管钱。顶个月，佫有一站是叫做财政部寄电子批，讲你这欠发票的债务问题，叫你都要点网址入去处理。最近，佫有警察通知你，这停车费无纳，也是 ETC 扣钱扣无到的。亲像这发票，也是停车费，这拢是日常生活当中不时咧出现的小可代志。所以讲，有真侪民众就照指示去处理，转去哄骗去。另外，咱就要来看这亲戚朋友之间，人的囡仔也是冲不参加比赛，去共投票支持，这个是真殊常。不过，这专共款嘛是变做是诈骗集团的手法。这投票的网址甲点落，资料就泄露出去。所以讲，就提醒大家，这别人传来的网址是千万唔通乌白点。要若是上尾这项，伫咧网络顶参加活动得奖，就会足欢喜，戒心就会降低。这个时阵，诈骗集团就会甲你讨资料，讲要登记。佫会麻烦你先汇这奖品的运费，因为这运费拢通常是干那几十块啊尔，所以讲大家嘛袂去怀疑，甚至讲知影去哄骗去了后，嘛想讲这都无偌济钱就准拄煞。所以讲伫咧遮都要呼吁大家，万不宜去哄诈骗，无论是金额偌济，一定要报警察，千万唔通嫌麻烦，唔通惊见笑。找这附近的派出所，也是较105的专线，网络报案拢会使。嘛要赶紧把这相关的口座，也有信用卡停用。上界重要的是，一定要注意讲，在处理的时阵，诈骗集团可能会搁再出手，因是会假做假律师、假机关，讲要协助你处理案件。所以讲，无论这去互管的金额是大条也细条，大家一定要报警察。这毋但是保护家己，莫去受到伤害，嘛是防止别人受骗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甲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